喺呢一度，每一個貨櫃、每一棟工廈都蘊藏住無限嘅商機，而商業更加係呢個國際金融中心嘅經濟命脈。喺核心商業區嘅澎湃動力當中，我哋引領住唔同嘅國際企業進駐，你將會肩負重任，親手推動數以千萬元甚至以億元計嘅大宗交易，用你嘅專業同呢座城市嘅商業巨輪一齊前行。去到旺區嘅地鋪，我哋一齊掌握零售市場嘅脈搏，每一宗鋪位嘅租售交易，唔單止係繁華嘅印記，更加係你激活城市活力嘅成果。中原工商鋪深耕工商鋪三大範疇，我哋擁有全香港最龐大嘅分行網絡，多元化嘅集團業務，背後更有實力雄厚嘅後勤團隊，做你堅實嘅後盾。喺呢一度唔單止係一份事業，更加係你同一座城市一齊增值嘅最佳平台。喺成就客人嘅同時，你亦都會喺呢一度體驗到自己無可限量嘅個人價值。中原工商鋪期待你加入我哋嘅精英團隊，親手翻開你事業嘅輝煌新一頁。